这栋原本单纯的生物科技大楼，经过市府甲高科技业者合作进驻以后，将是台南第一座包括智慧交通、民生物联网以及水利灾防等重点的5G 研发中心。25号上午，市长吴伟霆甲南科管理局局长等贵宾嘛亲自到场启用，代表台南准备好迎接5G 新世代，带动传统产业数位转型。这个地方不仅有全馆5G 场域还有5G 的环境，还有许许多多的最尖端的这个试验。那我们很感谢今天进驻的还有跟雅旭合作的，跟科管局联手的跟台南市政府并进的各家这个我们业者。那也希望说借着这个今天只是中间的一个里程碑是一个开始，也是一个阶段性的。这个进行，那我们希望说接下来能够让台南市除了文化古都、智慧新都能够更加耀眼。再过2年，今年2022年，再过2年2024年，台南市就要庆祝建成400年。我们希望说建成400年的巨大献礼之一，除了找到我们自己过去历史的足迹之外，也看到我们未来发展的新方向。现在这栋大楼转型成南营5G 大楼，结合南科既有先进半导体的优势，未来布局整个5G 以及 Beyond 5G， 甚至是低轨卫星的系统，这些整合在一起，其实最重要的是希望带动整体产业结构的数位转型。我想既有的产业结构，南科现在在市政府的协助之下，其实非常蓬勃的在发展当中，不只是半导体、光电、生技、精密机械、智慧的科技，都在园区蓬勃的在发展当中。会后，市长嘛以参观专案办公室甲客户应用创新研发中心，了解5G 相关的技术，甲提升自主软体研发的能力，希望协助更较侪企业转型，加码投资台南。会中市长嘛指向5G 物件，感受公司用高位置影像来做教育训练的趋势。是你现在指到任何地方，它现在有那个光的棒嘛，然后你就会看到它指到任何地方。它现在要做什么动作？它现在告诉你下个步骤要先检查那个对方，可能要转一下，你找一下，它在那个跟你一样在这个光里面，对。另外，透过连续和偏乡的中辈时代，透过5G 应用，麦当将血氧、血压等数据从云端和医生来诊断。开始5G 的应用研发中心，要和5G 台南队全力冲刺。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。